夜晚降臨，蘭桂坊即刻變咗一個充滿鬼味嘅萬聖節舞台，成條街人山人海。大家精心打扮，扮成唔同嘅鬼怪，感覺好似走入咗一個奇幻角色扮演派對。佢哋嘅服裝精緻又誇張，配合到完美，裝扮充滿創意同心機，吸引咗好多嘅目光。睇到咁多別出心裁嘅扮相，真係感受到萬聖節帶嚟嘅熱鬧氣氛同無限創意。蘭桂坊嘅萬聖節唔單止係視覺盛宴，更加係文化交流同啲人狂歡嘅好機會。